由歌手唱我的作品。然后认识署名比较早的朋友，应该都比较知道，我以前没有这么干净过。我说我的装扮哦，比较看起来像台东来的，就是穿拖鞋啊，然后穿短裤在表演啊。然后最近署名变得不太一样哦，变这样了啊，看起来像哪一国的？泰国、韩国，会像泰国的吗？我最近是晒黑了，我承认了。我回台东参加丰年祭回来，所以黑黑的，本来跟照片有一点点落差。然后唱母语歌不是一定只有不知道就是穿短裤穿拖鞋表演，是一种氛围啊。但是我想说，有没有可以更接近大众一点这样？就所谓的流行，对，最近才把自己装扮的，好像真的好看一点点啊，至少侧面好看吧。路过的人搞不好就经过，哪一个帅哥在唱歌，好像韦礼安哦。你看他这样子经过一下，可能他就愿意停下他的脚步，然后站在这边听我唱原住民的歌，分享我原住民的故事。我想我的目的就达成了。所以想办法，下次看到我穿西装变成圆结，也不要觉得很奇怪。但态度还是一样，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我自己家乡故事，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原住民的歌谣。不要只有哈日哈韩，能不能哈原住民？你们爱吃日本料理，那当然你们也可以吃石板烤肉啊。三秀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原住民的文化的内涵不只是这样我想说，我自己出来分享，我也想要带我自己的部落弟弟们他们今天也跟我一起来，从台东来的，我欢迎马达龙爱。